我李雙飛。雙飛啊！哇，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啊！知啊，淋巴口嘅，好痛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及及吧嘅敗家生活》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泰臣啊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身體上面有痛症，去完揼骨之後咧，即時係爽晒嘅，咁但係瞓醒一覺咧都係打回原形，即係冇用啦，錢就無謂嘥間啦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一間位於國貿站，地方就夠近啦，試一試上面啲手勢究竟正唔正宗。試完之後話俾大家知。而家我哋就想去嗌人堂旗下嘅馬皇后康養科味鋪，大家認住門口黑底黃字嘅招牌啊！10年老店，呢度嘅主理人張醫師係陝西中醫藥大學畢業，專注頑固痛症20幾年啦。而家睇我嘅視頻過嚟做嘅，仲可以全單打8折，仲諗有痛症嘅話及早過嚟求醫啦。再拖落去手尾長噶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，follow 埋我個 IG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